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向前唔敢有谈过中辣事件，对许多人来讲，怕感觉过上手哦，也是40年前的事情呢。同时，本人认为是台湾介入运动的开始。1977年11月19日是杨世忠选举投票日，有一对老公婆行入中辣国手投开票所，没想到现在动作太慢呢。先票去抢本届当时嘅主任监察员涂改，引起做票嘅争议。今日暗部有万个商人去包围和并火烧中辣警察分局，造成2个人死害，1等人重伤。历史上讲也是中辣事件，也咪係200事件过后，头一摆发生暗冲太嘅介入抗争事件。佢當年現正自家宣布參選，本國民黨開除黨籍的許信良。先前大輪幾多黨外人士向下參選，唔單止以自家高票當選，同樣嚴重，未打破嘅長期以來楊世忠留喺國民黨執政嘅情形。下後10年對口頭事件、美麗島事件到機場事件，連民進黨主動介入，中辣事件變做台灣政治一個最重要嘅分界。40年前，台灣係用嚟嘅政治環境呢；40年過後，台灣又用嚟發展呢。向下倒轉去40年前嘅中辣事件嘅場景。中辣事件来讲的话，对台湾的民主发展的过程来讲，其实应该提一张群众事件。中立事件其实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啦。后来我们也可以讲说，是因为官兵民反。1977年开始，其实两个选举就改变整个台湾的政治生态。1977年12月19，杨世忠選舉嘅日，有2公婆早上10點半行入桃園中辣國小打票，因正到4夜動作較慢，行入投票所在已經冇出來。這樣是中辣國小高中范強新林喺投票所主任監察員主動行入投票所開門，同雙方打票前面休息邊一到人，看到范強新林同老人家打本許信良嘅票，一將拿來改做廢票，引起打票民眾持續恐嚇。這樣是項目競爭數，台灣省警務處處長喺桃園掀起一系列打造最前用省議員身份參選的許信良。輕州是來，大州是來，我同你講，處長啊，佢講你個國民黨唔做冇做票啊，我保證要不選舉是平平靜靜過去，係啊，輸贏用都冇關係。但是你國民黨做票，我同埋同保證聽作出事情。中辣國小正對面對中辣分局，這樣是頭家檢察官搶將兩老人家同證人帶進分局，本人指控范強新林殺留到投票所繼續工作。消息傳出過後，民眾不滿檢察官按共黨行為，給下主頭中立投票所同范強新林送出來。警察相救告狀，才引起下到民眾的包圍。最尾警察保護范強新林推進中辣分局，引起民眾抗議。規晚上望見的民眾連暗石頭同警察查送便台，中辣分局破壞，採取嚴禁做清拆離過後，警方發射催淚彈。阿某時數當中有2歳半衝的大多死亡，1歳1傷到。激烈分子開始火燒中辣分局，一直到半夜3點，民眾將悄悄離開。也從中辣事件，不但這樣是國民黨唔敢做票，許信良高票當選同樣嚴重。當時嚟到紀錄片講，盲線都一樣，盲線都一樣。重要是講，這個樣無效啊，國民黨做票啊，但是做票佢個國民黨嘅最後嘅法寶是，係啊，以維持政權啊，以選舉為贏嘅。因為當時佢個國民黨，用眾議員、有的省議員，還可以本當選，少數啦可以本當選，但是講嘅嚴世忠是絕對唔本當嘅當選。許信良40年前參選台灣嚴重家下，係中辣選舉嘅台灣省議員，這樣是台灣縣嘅選舉生態。除了第一屆按導因嘅台灣縣長都是做過省議員，佢嘅前一任係吳伯雄，未先做過省議員，再過選縣長。吳伯雄改去做公賣局長過後，許信良認為只有傳統應該係佢來選縣長。台灣嘅傳統啊，縣長係運動南區人嘛。所以是運動中辣地區嘅人出來選縣長，其實連任都是講唔會選縣長，因為當時嘛唔會到，因為
去违背个头烟的传统，所以500用佢超2年左右是调去做公卖局长，头烟长当然来写头烟长是非常刺眼的事情呢。所以唔好写烟长冇道理，国民党冇道理。我记得他当时的选举的这个诉求啊，是此心常为国民党党员。他用很巧妙的方法化解了那些这个选民当时是威权时代选民的疑虑，然后他要求公平的选举，这也说出大家的心声。对228到中立事件发生，台湾推下32年纪念时期，除了长期执政的国民党，抢少数党外人士参选，牺牲了7届国民党、3有反国民党，同党外统统透透，这样是出了《风雨之声》同《党人不用》一2本书，托金属年代一金一号卖，《风雨之声》连同盗版总购买也将近10万本。前中央社董事长陈国祥，这样是韩国托正泰新闻研究所。基本牺牲量共同度同林正杰、范顺略一等人去出现。佢当时牺牲量献给以前佢出一本书叫做《风雨之声》呢本书是讲当时国民党让嘅威权统治对社会操行当都唔公平的事情所以佢出来献给唔係為到個人的黨線係為到整體台灣的民主，呢度後生人看到黨感通傳統選舉每到一太棚20前一度，犧牲量開創嘅現代民進黨選舉嘅方式。陳國祥還記得，這樣是頭傾向付出地度，當年都人山人海，民眾主動送東西去同犧牲量聽出現。當到民眾咧送當到嘅食嘅東西我用嘅東西過來全部冇計較大家像年日來支持像啲客家人講種大招樣嘅唔當啦看鬧嘢咯，佢係搞不搞東西搬出來被用來支持，咁嘅事情頭擺台灣冇發生過咁嘅事情。1977年嗰時，台灣也發展到一個地步嘅個選舉嘅公平性，要講對客家人嚟講嘅話，對人嘅公平也得議題也較重視。學者認為，中立事件其實就像煮茶樣嘅舊嘅自然組物館，早期國民黨執政並冇栽培台灣系的人，早講嘅單單係外省人。將經過1970年代開始栽培台灣系的人，也做所講嘅催台車。当时蒋經國他的培養一些年輕人，所謂的催台青，那科技官僚等等。那許信良跟張俊宏兩個算是國民黨他黨內的。這個許信良還是中山獎學金到蘇格蘭念書的，所以我們在高中的時候都在傳閱他們兩個寫的這個他們幾個人寫的台灣社會類分析所以他們是有魅力的啦。你判測字呢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你講你伢言論，你講超過尺度就雷震判斷罪，判斷罪，李敖呢，嘛判斷罪，全部抽乾嚟所以當時我同張俊宏先生呢，莊俊芬先生，大家判太陽字是開始批評，比老實講比文心激烈太多了。到中立事件前10年，犧牲量係讓國民黨中山獎學金去英國圖書館來，到國民黨中央同莊俊芬創辦大學雜誌，要求民主、持守紀念，簽咗要求萬年國徽要跪下改寫。不過大學雜誌搶半年啦，就被國民黨關停咧。犧牲量嘅時節同王新基、康寧祥一啲黨外人士當然來往，傳統愛民主，國民黨統治就開始冇按有正當性咧。這個破口不是所謂，他是從所謂的黨外裡面出生，是國民黨栽培的人啦。那表示說，他的催台青政策還是有一些盲點在啦。也就是說，他催台青基本上站的角度還是這個所謂的我們講就樣板。因為像英國、歐洲、美國都已經世界最好的國家係嘛，民主國家充實人權的，但是對佢喺台上嚟講，因為佢政府呢完全就冇騙人的啦。講一套做一套所以要求講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所以台灣去仲係做台灣以後我做政治嘅呢，自己感覺非常建設啦。
到威权时代，许信良参选鼓励的党外人士开始唔惊国民党。1977年，也从选举出席报告，最包含离开国民党参选许信良，总共有4个党外人士当选议事长。中华事件呢，拖延呢选举的外溢效果，就像俩柯文哲选严重选特别市长哦，个外溢效果，民党的议事长太阳可以了。咁也是因為個先拖延咗，就本黨外就黨外，也是種黨選是外以外係3屆，還係深夜有20萬個黨選。中立事件很多客家像整個去把中立分子火燒分子，那個年代是對很多台灣人是一個很震撼的一場運動嘛，哈運動哈，就是說那影響到後來的桃園機場事件哈，像後來美麗島事件、機場事件都，如果你沒有中立事件，就沒有美麗島事件嘛，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桃園機場事件嘛。中立事件其實做幾個台灣政治環境改變的開始。本來到建業年代，台灣人做唔得成立政黨，冇言論的自由，咪做唔得行上街路抗議。中立事件發生過後，台灣當地面對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風暴。1979年1月20日，台灣發生218以來，到建業令下頭一擺示威遊行，也做高雄橋頭事件，帶頭許信良本國民黨政府停止。斷交以後冇結交，本來百姓都不服啊，係嘛？佢國民黨一作余登發父子特別公開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示威遊行，或者橋頭示威。因為橋頭示威，我帶頭參加，所以國民黨做了，國民黨是有倆理由講冇參加。中立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剛好是國小5年級。然後到了我讀6年級的時候，剛好許信良先生去聲援，余登發先生參與了橋頭示威，被省政府把它停止。中立事件過去10年，喺台灣政治環境變化千態年代，包含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到桃園機場事件。今年民進黨成立，第2年總統蔣經國就宣布建業。從中立事件以後到桃園機場因為桃園機場事件其實是一個抗議黑名單政策嘛，就許信良因為在海外就流亡將近7、8年了嘛他就一直想要返鄉，歸返鄉，就國民黨不讓他回來。那一年其實是民進黨剛成立民主運動就是說火點起來，各體嘅火點起來，越點個火越燒越大啦越燒越大，燒了10年差不多10年台灣戒嚴，進黨開放民進黨成立。你睇講中立事件一路燒火越燒越大，造成了影響。因為咁反抗就繼續反抗。中立事件40年來，國內大小抗爭，包含拳台也不合同二頭髮校園，都會改變台灣歷史發展力量。我們客家人反抗運動其實就從中立事件開始到美麗島事件也有很多客家人的參與到的太陽花，你看太陽花也有很多我們客家人鄉親的參與太陽花學院或者以前那個野百合，那可以講是後生人學生運動的延續啦。60年代，加全世界就太人類歷史上最大學生運動係啊，所以台灣人講如果野百合係啊。太陽花蔓延差不多50年了。中立事件實質貢獻係台灣民主有嘅形式同長期爭議。許信良認為按樣含啦，將來下做到實質民主，確實做到人權一道。民主最後照顧唔係講現役點點嘅民主，你愛做社會民主。希望政府可以照顧所有人嘅生活，也是按樣台灣嘅最重要嘅。唔單講政治民主，也30、40年後，也嚟講話台灣當然民主方面，差不多一種形式民主嘅。但係個海外恩人我嚟講，一到得利者，好中立事件之後一到得利者，尤其民進黨，佢應該係誠懇深刻反響到講，一地位當中，喺講公民社會一個社會希望更加公平嘅社會，對弱勢嘅照顧。各方面的講法，也應該有實質民主的意涵都要具備。我認為一個國家應該站在比較弱勢的部分，主動去幫弱勢的權利的保障才對啊！你不是應該是所謂的表面上是中立者、中立的裁判。你知道中立的裁判，如果這個結構是不公平的時候，那你就是幫兇啊！
那我想社会改革这个部分是民进党还在努力的。自从2年检测雷公响，万物都想过来嘅。中辣事件彻底改变了台湾政治，和中辣事件40周年也时节，做的民政也下民主社会系人家的相爱嘛。